来，张雷波代课，我好久没教3年级理化了，之前还带过2年级的理化。不过说真的啊，照道来说，3年级理化应该比2年级理化难，对不对？可是一般问起来你整个国中理化阶段学完，因为你们现在还没学完，很多人学完之后大致有一个共同的，就是觉得观念最难的地方。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学过了，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一般会认为观念最难的地方，在物理的部分是浮力，在化学的部分是摩尔数化学剂量。这2个部分你们都学过了吗？而你们现在浮力没有什么计算了，但是浮力有些部分真的，我举一个例子来，一艘潜水艇在水里静止，然后呢，它发射了一颗鱼雷出去，发射前跟发射后浮力有没有一样？假说浮力跟排开的体积，等于排开的体积嘛，那你发射鱼雷出去，你潜艇的体积会变吗？不会嘛？对，不一样。乙说它在水里静止，表示重力跟浮力平衡嘛。可是它发射一颗鱼雷之后，它重量减轻了啊，所以它浮力当然变小啊。谁说的对？有没有？你想想看。其实我有时候像我昨天上课，我跟你讲，很久没有上3年级的理化其实我有点感慨，我看到很多很认真的学生，他们其实不太在乎这个观念，他们拼命的在做习题，可是这没有计算，这个东西就是观念啊！你做再多习题，再会解题，你这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你不要养成那种不听课的习惯，好像这我都会了，补习班都教过了，我都会算了，其实你观念不清楚，好，来，你想看买啦，后下有时间我跟你讲，所有物件不要等答案，不要急切的等答案，自己思考一下，因为这都你们学过的东西啊，你去思考一下，这种迷思概念哪一个才正确？好，来，咱开始看天文的部分天文部分实在是算真趣味的。好，来，宇宙，什么叫宇宙？我们所有知道时间跟空间的总和就叫宇宙。你说不知道嘞？宇宙外面是什么？你连里面都搞不清楚，你还问到外面是什么？我们整个宇宙里面我们整个宇宙里面的东西，大概有7、8成，我们叫做暗物质。那是我们人类对它一点概念都没有，剩下的2、3成，我们虽然有概念，可是我们研究过的
不到1/10，其他也是有概念，然后有7、8成是没有概念的。所以你学了天文、学了科学、学了天文这种东西，你绝对觉得人类很无知啦。迄做摇摆我讲我做厉害的，迄种半桶水啦。你知道牛顿之后，在爱因斯坦近代物理之前，曾经有科学家讲出什么话呢？他说：人类的科学已经研究到极限了，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剩下的东西就是在把尺度算得更精确一点而已了。他当时有科学家发出这样的豪语出来，结果，刷来近代物理、量子力学的发现，完全是开了一个新天地。人家回头看才发现，那个科学家讲的话有多么幼稚无知。所以你看天文，你就知道，人类，所以你学科学，你不敢说，什么东西一定不存在哦。在那7、8成的暗物质，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宗教说的天国、佛经说的极乐世界不存在那些地方？你敢打包票吗？那些地方人类一点概念都没有呢。你不敢讲啊，有一大半没有概念的，搞不好就存在那个世界里面啊，你不能肯定啊，你不能肯定啊，所以这就是宇宙。不过多大，我们大概知道了啦哈，在大概150亿，精确的说是146亿年前，我们现在所有的宇宙集中在一个点上哦，所有东西浓缩哦，你看还浓缩到什么程度？浓缩到原子里面都没有空间了哦，大家都挤在一起哦，然后发生大爆炸，以接近光速四散飞开，飞了，这样膨胀了150亿年，变成现在的宇宙。所以我们说宇宙多大，我们可以大致说它的边界大概是150亿光年，大约150亿光年。而用耍来，它会怎么样呢？一起一体膨胀下去吗？还是膨胀到一个极限会停住呢？还是到一个极限之后缩回来？目前科学家没确定，不过科学家认为膨胀到一个极限静止不再动的几率比较小，因为要形成一个稳定，那个像一个球爬坡，你说它到底爬到这会滚过去，还是再滚回来，还是就停在上面不动？科学家认为停在上面不动的几率很小。等于说宇宙膨胀到后来，它有2种命运，一种就是无止境的就这样膨胀下去，一种是到一个极限循环了，回来又缩回一个点上。这都是数学运算，这不是欧北茫茫的欧北讲呢，都用各种理论、各种模型套进去计算呢。我们怎么知道150亿年？我们根据宇宙的背景辐射去计算出来的嘞，那都有根据的哦。不是讲黑白跋杯，怎啊讲150亿？黑白抽签讲150亿耶。不过，这啦，咱也看无啦吼。咱没讲宇宙，迄个膨胀收缩看无啦，我们连太阳爆炸都看不到了啦啊。咱也讲有太阳啊，咱也讲有太阳。来，是安怎咱中文用宇宙这个名称？因为古文内底就有啊。古人虽然不知道讲迄个宇宙到底有多大，不过古人把所有我们知道的空间，它里面有一个叫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称为宙。所谓上下四方就是空间，古往今来等于时间，所以所有时空的总和就叫做宇宙啊，宇宙。好啦，宇宙耍来，
组成宇宙的基本单元叫做星系。因那像安怎？这哪一个人体星系就是细胞啊？为什么我们说细胞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元？因为一颗细胞可以自己活着，它也可以，细胞要进食、要排泄、要运动。我跟我们一个大人体一样，所以星系嘛是宇宙运行该有的都在里面了啦，所以嘛有人把星系叫做岛宇宙，全世界是一个世界啦这个星系就像宇宙的大海里面一个岛一个岛但这个岛上也有自己的跟宇宙一样的运作。也就宇宙里面有的，它好像一个浓缩版一样，该有的都有了，恒星、行星、星云，上面运转都在里面了。所以咱把它叫做岛宇宙这个星系咱你对解星系，银河系我问你一下，你敢有人知影银河的英语安怎讲？银河英文，我定会问一个人讲，银河英文来我会晓。银河系，我讲我是问英语我不是叫你用外国人去讲中文银河系我这个英语厉害讲，我知Silver River 直译嘛银嘛Silver River 你也讲Silver River 阿多啊我what 除非伊会晓中文银河系来，我本来嘛不知道银河系那么高中的时候，我看到一首英文歌里面有一个词，它前面是用了大写，恁英语学过嘛？前面的大写代表专有名词嘛。The Milky Way， 可能很喜欢牛奶大道，这是一个地址吗？有人住在牛奶大道，听起来也很诗情画意搞不好这条路是雪白的。牛奶大道我一查字典，银河系，你若星系的英文我不知道我拼不对无？我会晓念嘛，我英文单字拼 Galaxy 它是星系的总称，可是我们这个叫银河系，想那一个 Milky Way， 我们为什么把它叫银河？过情人节那要过银河，所以牛郎星和织女星都在银河甲横跨过去两个七夕相会你看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你有啥物想法无？你干嘛牛郎那就有渣男呢？这织女怎么会爱上这种渣男我们因为牛郎织女的故事把它叫银河。其实天文有很多故事我们拿星座命名，什么那个都是神话故事西方也是一样讲到西方把银河系叫做的 Milky Way， 这嘛有故事它都来自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那个天神宙斯有一天外面抱了一个小孩，然后呢，趁他老婆天后睡觉的时候，把这个小孩撒去银幕的怀中喂奶，因为他那时候刚生产完他自己的小孩，然后还有一边嘛，所以那个抱来的小孩捡来的小孩我不知道宙斯为什么这样做啦，然后就给他抱去喂奶，到天后醒过来之后，
一看，哎，那一个无熟识的囡仔去搞我输鸡蛋，然后就把他一推哦，然后那小婴儿就特技表演哦，就飞天而起哦，然后因为他正在吸奶嘛，所以那个乳汁哈就这样划过天际 ，The Milky Way， 这两个安尼来的啦，所以外国人叫 The Milky Way 就是这样来的啦，就是这样来的。希腊罗马神话故事讲触鼻来我们等下讲那个行星的时候，里面也都是希腊罗马的神去命名的哦。咱等下讲有8大行星就是这啊，所以这是银河的引力啊。咱的银河系哈，是安怎咱会看到银河？会看到一条带子，因为我们的银河系哈是呈像一颗荷包蛋一样的扁平状，从上面看下去，它是呈一个圆盘，然后它有很多的旋背。我们太阳系位于其中一个猎户座旋背，然后的边缘。咱太阳系里银河的边缘啦，银河整个在旋转啊，银河整个在旋转啊，所以咱太阳系全部的恒星大概有2000亿颗，2000亿颗恒星，从这边光速到这边多久？10万，也就是它的直径是10万光年啊，10万光年哦。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看到我们太阳在这边你看到另外一个10万光年前，用望远镜看到啊，它的光是10万年前发出来的，它现在在不在你不知道。它现在如果爆炸了，你要10万年，你还开始看着它10万年哦，然后才看哇爆炸了，其实它10万年前就炸了。可是这样哦，光从太阳到地球8分钟，我跟你讲过啊，今天太阳忽然不见了，你还可以享受8分钟的阳光哦，然后世界才黑掉哦，因为光速就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接受到太阳光是8分钟前它发出来的我来讲一个比例像那太阳遐光，其实太阳在整个宇宙里面，它算是一颗不怎么起眼的小恒星。为什么它这么亮？比那太阳大30-40倍的太多了。因为它离我们太近，有多近？你说很近，我知道啊，所以它那么亮。你知道有多近？如果把距离平均缩短到太阳在我们前面1公尺，你知道第2近的恒星距离我们多远？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它在台北。太阳在我们前面1公尺的时候，离我们除了太阳以外最近的一颗恒星在台北，400公里啦，400公里。因为离我们最近恒星好像，我没有记这个数字啦，2-3光年吧，还是3-4光年，大概是这样。太阳是8分钟哦。它是用年来算的哦，所以比例就是这奇特啊。所以太阳这么亮到我们晒到受不了，那是因为它近，而且很近，近到那个无法想象的地步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比较密的恒星，所以看起来它就像一条带子一样。它就像一条带子一样，就变成所谓的银河。咱现在看有第二星应该都是银河。离我们最近的星系，仙女座大星系，它比银河系还大。
不过你现在去看，肉眼看不到，拿最好望远镜，你只能看到淡淡的一点像雾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们的距离，星系之间的距离都是用100万光年计算的啦。它们之间的距离都是用100万光年来计算的。然后我告诉你哦，科学家研究我们附近的星系，发现很特别哦。不是所有的都像我们银河系这种形状哦，有的奇形怪状哦，有的像一顶帽子哦。有的只是2条手背出来而已哦。上面蟹状星云上面，这特别。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形怪状？其实跟它的产生，它这个星系怎么产生是有关系的哦。这咱没讲啊，你啊专门研究天文，你会发现啊，真的是很有趣哈。后来组成星系是恒星，咱恒星卖讲，就咱嘛爱迄个嘛哦，迄个山雨教学啊，太阳啊，太阳，这个咱所在是太阳系啊，所在是太阳系。太阳大概46亿年前形成，大概跟地球一样。我们讲地球寿命也是46亿年，对不对？太阳跟地球大概同一个时期。太阳形成之后，地球还有这些行星大概用港西干梗形成大概都同时间就形成了。然后还有除了8大行星之外，我以前读册是9大行星啦不过不是一粒冥王星去红弹掉去啊。是后来天文学会开会因为什么要决定冥王星的算不算在什么几大行星之内？结果冥王星的外口，咱个发现第10粒、第11粒、第12粒、第13粒、14粒这种行星，你要不就把它们全算进来算进来，你讲我靠啊！我考试无爱背偌济，咱都可怜的吼。我以前读册拢背一寡即个查会到的物件啦，实在做无聊的。无学生就把它当作一苦差事。为什么？考试要考啊！你有没有刚刚奇怪，考试为什么考这些随便问就查得到的东西？我们以前考试就是考这个记忆啊。可是你该算进来还是算进来啊？你要把它排除，剩8大，一定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你要修改行星的定义。你要修改行星的定义，因为冥王星在定义上跟里面的8颗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咱有时间讲，你怎样修改定义，修改行星的定义就好了所以冥王星就被降级成矮行星了它跟矮行星、小行星、彗星一样，都降级在8大行星以下8大行星以下。咱来看咱的8大行星，咱看咱的8大行星。来，第一粒是啥？这顺序要小可有概念呢这个物件你要记无你记下，你要先了解伊的特性，你要记得起来。离太阳最近，因为每颗行星都有它的特点就像它的英文名字都有它的特点来，咱先看第一粒是啥？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第二粒的金星。来，第三粒的唔知你就害啊，地球。来，下一颗。下一颗，火星。来，下一颗，木星。来，再下一颗，土星。
再下一颗天王星，再下一颗海王星。二，咱甲切一半，好情细粒，咱甲叫类地行星。在地球做班长后壁细粒叫做类木行星。木星是班长，因为伊上大粒啊。地球做班长毋是伊上大粒，是因为咱住伫地球顶悬。不过木星确实是这8粒内底最大颗的。我告诉你，木星再大一号它会变成一颗太阳因为木星本身就是气体行星后边这细粒它为什么分这样2类？这4颗就是气体行星。什么叫气体行星？你敢有听过人要登陆木星、登陆土星？唔捌，想到唔捌，没有路可以登，他们没有陆地。你今仔若真正叫一艘太空船飞进木星的话，你看会发现什么了？它的大气越来越浓，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最后它被卷进整个星球里面。它本身就是气体行星，气体液体，也就是它是流体它本身是一个流体，那个液体是气体压力太大变成液化造成的。所以木星顶悬有一粒大红斑，内底会当挤3粒地球。你知影伊个大红斑是啥？这个大红斑是木星顶悬的台风，它的风暴，吹了几百年呢，为什么不会停？那我问你，我们地球的台风为什么会停？因为飞进陆地飞进陆地那个气旋被陆地上的第一个没有水汽供应，再被陆地上的山脉什么摩擦，它就刹车了可是木星没有陆地它上面的台风是它整个星球跟着那个一起在转所以它停不下来。所以木星的大红斑是它上面一个风暴，就类似我们的台风。所以这4颗全部都是气体行星，所以它的密度大概都是1左右。这4颗都是固体行星，最小的也有3以上3、4以上，因为金属跟岩石组成的这是细粒。咱介绍一下因的英文名，互你知影一下。水星，水星的英文名字，我唔知拼的，我用念的就好啊。我很担心我单字拼错，都练不会拼单字。Mercury 啦，Mercury 是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他是信差之神，送信的啦。和平鸽安尼啦，悲歌传书安尼啦，讲到个信差之神，因为他在太阳系的内圈他跑得最快啦。送信的要跑很快，对不对？所以他信差之神。金星上出名，金星的英文名字叫啥？维纳斯 （Venus）。维纳斯是什么神？你看迄个名画有贝壳内底一个裸女，那个是维纳斯维纳斯好像是美丽之神吧？因为金星很漂亮，整颗金黄色的，所以最闪亮耀眼，所以就把希腊神话来对维纳斯送给他。地球Earth，它是什么？它在希腊罗马故事里面原名叫做盖亚，她是大地女神，她是大地女神。火星 Mars 战神，因为它是红色的，像血一样，战争就让人家想到血。木星 Jupiter，
我以前弄啊阵丘比特是迄个无穿衫，杀一个弓箭去讲我被弹，迄个吸音啊，不是哦，那个不是木星的丘比特丘比特是天神哦，不要搞错了，不是那个叫什么爱神是不是？就是每次爱神的箭嘛，射那个爱神的箭，有翅膀，然后一个光溜溜的小男孩背着箭。为什么外人讲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他们的名字有希腊名字，又有罗马名字。这些行星的命名，从 Mercury 啊、Venus 啊、Mars 啊，这些东西罗马名称。他们希腊名称，木星也是一样，丘比特是罗马名称。真正的希腊名称我们比较熟悉，它叫做宙斯，天神宙斯。可是甲拄啊，甲迄个囡仔抱去某迄个奥运某撒出来，然后产生银河。然后这个 Mars 是宙斯因囝，土星叫 Saturn， 它是谷物之神，因为土星是那个土地的颜色，黄土色。这个土星伊是这个神是上一代的天神，跟宙斯因老爸就对啦，因这天神是安尼世袭的啦，所以天王星天王星迄个名称叫啥？我知这 Neptune。天王星永远没记啦。天王星是第一代的天王，也就是伊是宙斯因阿公啦，这 Saturn 因老爸啦，这是第一代的天王啊，第二代、第三代啦，这是因囝啦，就是一代一代代代相传。海王星是海神，Neptune 海神，所以每一颗9大行星，8大行星里面都有伊的故事都有伊的故事。来，它除了组成物质不一样，密度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这两组啊，来，你看迄个，你看课本的图，192、193页，你用肉眼看，你看因的这个图，你有发现啥物无共无？上明显的就是大细粒嘛。内木行星是不是拢比较大而且我告诉你，它没有照比例哦，它把内地行星画大了哦，其实它应该更小才对哦，它没有按照比例去绘哦。所以像木星它几乎是地球的好几百颗哦，好几百颗，所以内木行星要比内地行星体积大，可是内木行星的密度小，那总重量谁比较大？整颗的重量谁比较大？你要知道密度的话，我刚刚讲它是3、4、5那边嘛，它是1，所以它的密度大概大它3、4倍，可是它的体积大它们多少？上百倍的，所以这样乘起来谁的质量大？内木行星。还有一个卫星的数量。内地行星要不没有，像我们地球有1颗，5个，这有的几百粒的卫星哦，木星、土星都近100颗哦，他们还要把卫星定义，有些卫星还不算进卫星，要不然连那个小石头都算进去上百颗的哦。所以你伫宾馆过中秋节有够爽的，规天空，规个天空是月亮欣赏，还是讲你坐不落来你要被卷进去。他们卫星他们卫星就是岩石，他们卫星不像他们的卫星反而是像内地行星，他们有些卫星还比内地行星大颗哦。
他们卫星是金属跟岩石组成的，所以很多。我之前有统计啊，这外面这个也有，好像10几颗、20几颗，这2个很大颗，很多都是近100颗的木星跟土星。各位哈，这个交界带有一个小行星带，绕着小行星带哈，有一种说法给讲，曾经有一颗行星在那边，后来被打碎了，散成小行星。有一种说法是一形成就是碎片在那边了哈，这科学家没有论断因为很特别科学家写的一个公式，把 n 等于1带进去就是水星的轨道，把 n 等于2带进去就是金星的轨道 ，n 等于3带进去就是地球的平均轨道半径，n 等于4带进去就是火星，结果土星的轨道要带 n 等于6，它是第5颗，6、7、8、9，所以科学家才会怀疑。那照这个规则来看，这里不过人家这公式也是硬凑出来的啦，就是科学家正好找到一个有这个公式这个规律，正好带进去就是轨道半径是不是确定这样也不知道。各有彗星，彗星可以从太阳系的边界闯进来的冰球它是冰块或岩石组成的，所以显然有尾巴，就是它靠近的时候，它被太阳风一吹，它身上的冰块融化，所以它的尾巴不是顺着它飞行的反方向，而是顺着太阳的反方向被吹过去，这是彗星的尾巴。当然有传说讲，迄扫帚声啦，迄来拢是迄个歹代志要发生老位流星陨石，那其实不是新的啦那就是宇宙中的尘埃，安尼想来。烧了就变流星，烧无了摘来就变陨石你知道我上次讲过6500万年前我们为什么很确定恐龙灭亡是小行星？因为那时候的地质学家在土地中找到一个叫做 K 层的东西，分布在整个地球，正好就是6500万年前。这个 K 层含有一种很特殊的金属，叫做铱。这个铱不容易在地表看到，但是它存在于外太空来的陨石行星中。所以这代表什么？那个行星砸下来，它的铱散布在大气层中，在那6500万年前下雨，扩散到整个地球的地层。所以在地球的每个地方，6500万年前的地层都可以找到这个 K 层。这个证据也是其中科学家确认6500万年前就是那个小行星毁了恐龙的其中一个证据。哈克。